Hello，歡迎大家嚟到弊家伙節目，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啊，心心仔，大家都係心心仔。Bitcoin 報價開心價81,300啊，而家畫面所見，今日晏晝最高位傍晚啦，叫做最高位去過82,700添，即係上過82,000嘅。咁而家叫做回翻少少啦，咁大家望到呢一支陰陽燭。你會見到支影線好長啦，咁啊，即係曾經今日裏邊升過好高位啦，而家叫回落翻啦。咁呢個就係Bitcoin 嘅情況。今日就準備咗好多資料俾大家，咁我哋就逐樣嚟啦。第一，我哋先嚟望下呢個比特幣現貨 ETF 嘅流入情況。過去兩日，今日星期三嘛，本來個節目係星期二夜晚播出啦，咁因為琴日叫做太夜啦，即係搞到錄音都冇時間，所以變咗而家星期三啦。今日咁，然後我哋望翻，琴日係流入4億6，前日星期一5億3，上個禮拜四定上個禮拜五啊，咁就係6億9，6億2。咁啊，3日加埋就講緊15億啊，超強啊！咁啊，比特幣現貨 ETF 淨流入得咁犀利，咁啊當然推升到個 Bitcoin 個價啦。咁啊，講翻上個禮拜五嘅話，個價大概就係78000，即係淨流入咗咁多之後咧，係推喐咗 Bitcoin 升3-4%㗎，去到而家今日呢個位置啦。好啦，嚟第一單新聞先。點解會升咧？今日咁啊，或者叫有力去衝一段啦。咁就係因為美國同伊朗咧接近簽呢個停戰嘅備忘錄啊。咁就係兩邊嘅外交嘅人員啦。咁就協商咗，咁就有14個 point， 大家啊叫做 MOU 備忘錄。咁啊即係唔係一個約束效力嘅嘢嚟㗎，因為未簽啊，純粹你當係一個 proposal 啦。咁然後個備忘錄咧就宣布結束戰爭並啟動30日嘅詳細協商期。咁然後就即係慢慢再傾啦呢堆嘢。咁受到呢個利好嘅消息帶動啦，咁啊令到 Bitcoin 同 ETH 個價都升啦。好，另一個新聞就係咩咧？停戰啊嘛，咁然後原油價格咧就即跌啦，即係個海峽會通翻噶咯喎，啲運油船可以運油噶咯喎，咁啊唔使升啦，咁又叫即係跌一下勁嘅咁樣。咁呢個就係如果大家有玩CFD 平台有玩呢個布蘭特原油期貨嘅話，咁又可以留意下呢啲新聞啦。跟住第三個新聞都係關呢個戰爭事嘅，就係伊朗宣布呢個霍爾木茲海峽開放船隻，美國都同步解封。咁特朗普就話接受協議戰爭就結束，即係美國嗰邊咧提出咗一啲 offer 啦，然後特朗普話你接受個協議咧，咁啊結束㗎啦成件事。咁然後第四個新聞係咩咧？伊朗官方強硬警告，美國停戰嘅條件係一個 wish list 啊。願望清單，你諗嘅啫。若果唔讓步咧，就已經準備好開火。癲大癲！屌你同一日同一時間，一邊就講到係搞掂啦，另一邊未搞掂啊！你冇痴心妄想，咁就好迷離啊，撲朔迷離啊！成件事就講咗話個內情係咩咧？就係話。美國新聞網獨家報導，然後就話美國政府內部就樂觀認為非常接近 MOU 一張備忘錄，咁然後就最接近完成㗎啦。咁然後咧，伊朗嗰邊咧就對呢單新聞咧就話根本咧就係美國人嘅 wish list，就並唔係現實嘅。美國人面對面談判裏邊咧拎唔到任何嘢咧，喺一場失敗嘅戰中都唔會得到嘅。然後就話美國如果唔作出讓步咧，伊朗就準備好開火㗎啦。咁唔知呢一手牌係咪伊朗嘅Taco 啦？咁 Taco 又不嬲都係特朗普出㗎啦。咁而家伊朗都 Taco 啦，就 Taco 意思就係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即係成日彈弓手啊！即係一下講完呢樣又講第二樣，即係
嗰兩樣嘢仲要係矛盾相反嘅。咁啊，我哋即係演繹成為特朗普嘅極限施壓，逼人上談判台傾談判。咁而家伊朗嗰邊咧都係運用緊呢招，不過就係同一時間出招。美國嗰邊成日話伊朗都有外交人員去同佢哋傾緊，但係伊朗嗰邊咧就話冇傾過，冇亂諗。你完全係唔知究竟真定假，即係所謂嘅官方消息你都唔知真定假，因為大家都官方啊，最重要係美國官方講啲嘢，然後伊朗官方又講啲嘢，你哋唔係傾好先出嚟發表嘢咁樣，未傾好嘅，點解發表完人哋唔認同嘅？咁啊，即係個市就會咁發嚟發去。咁亦都因為呢一個咁嘅宣告啦，伊朗嗰邊咁樣宣告有件咁嘅事，就係準備好開火，咁所以 Bitcoin 先由82000去翻呢個81000嘅一個情況啦。好啦，咁跟住就講下其他嘢啦。超級牛市，咁啊女股神 Cathie Wood 佢就話比特幣2030年上到16兆美元，16兆美元即係大概幾錢一粒 Bitcoin 咧？大概80萬美金，咁其實就已經少咗噶啦。佢早1-2年係講緊100萬美金㗎，2030年，而家16兆美元係80萬啫，少咗㗎啦。咁啊保守咗，咁呢一樣嘢我哋都一齊 fine tune 下，因為如果大家有跟開我節目都應該聽我講過啦。如果一提到2030年，最緊要個腦即刻要 recall 到啲咩啊？就係比特幣100萬美金 Cathie Wood 講嘅。咁而家咧佢就叫做重新啊。即係叫做少少下調嘅修正，就係80萬啫咁樣啦。好，再另一單新聞就係 Strategy 微策略永遠唔會賣幣嘅神話破功啦，暗示會出售比特幣去支付股息。咁啊，大家睇到好悲觀啦，成睇 Oh my God，OGG 完啦，救命啊！因為Michael Saylor 啦，即係呢個創辦人啦，微策略嘅創辦人啦。咁佢就有提到永遠唔會賣出一粒 Bitcoin， 同埋永遠都會喺最高點度買入，呢兩個都係佢講嘅。咁而琴日佢嘅叫財報要 announce 咗啦，即係公佈咗啦。咁佢亦都有講一番説話，就係話微策略而家唔係叫微策略，而家叫策略啫 strategy， 佢唔係 MicroStrategy 嚟而家。咁 strategy 佢就話，我哋係會賣幣支付股息嘅，如果需要的話，咁佢就叫打預防針，講定先。如果到時我哋賣幣咧，並唔係被逼要賣幣，唔係搞唔掂，唔係冇錢，咁叫打個預防針。咁呢度就係佢嘅情況。咁佢要俾咩股息啊？究竟咁就要睇翻之前我出過嘅一個 post。就係呢一個，就係上個禮拜 Michael Saylor 喺比特幣大會度發表咗一個演講。咁最強演講就係咩咧？年利率11%，每個月派息嘅優先股。咁嗰一隻優先股咧，你當我而家讀一次呢一個 IG 嘅 post 啦。咁未必個個都有睇到嘅，咁讀一讀啦。佢一開場白就係講下 Bitcoin 係啲乜東東啦 ，Kitty 卡啦。Bitcoin 係一個最理想嘅資產嚟嘅咁樣，然後就如果佢係一個最理想嘅資產咧，抵押佢出嚟嘅一個信貸工具就會係一個最優質嘅信貸工具。咁嗰樣嘢咧就係 STRC， 即係佢隻優先股啦咁樣。跟住又繼續落去咯喎，佢就係一個簡單數學題嘅啫。佢話過去5年 Bitcoin 每年平均回報咧都有38%。黃金就16啦，即係標普500就10啦，房地產就6% 啦，拉平均5年啊。咁黃金3%，然後佢就話咁就可以推導到一件事，就係一個信貸工具嘅派息上限咧，就會係佢哋嘅年回報。咁然後佢就話 Bitcoin 佢嘅上限會係幾多咧？就係38%。而家我哋呢隻 STRC 咧，就係買咗 Bitcoin。keep 咗呢38%，然後我就派11% 出去俾人，然後就等人借錢俾我。咁呢個故事就係咁啦。佢就話呢一個11% 咧係年回報啊，就要每個月派添。
咁年回報係11%，咁啊每個月派咁咪除翻12咯，咁大概就應該係9%到10%，9% 左右啦。咁佢就話38%我拎11% 出嚟派俾人，咁然後剩翻嘅 percentage 即係28%咧，就係買 MSTR 即係普通股嘅人就會賺到呢個回報啦。咁佢嘅意思係咁樣。咁呢個佢就解釋翻呢一個 STRC 點解可以排到11厘咁高嘅一個簡單數學題。跟住佢就話呢個 STRC 嘅優勢係咩咧？佢噏咗一堆叫做股票啊、金融先會用到嘅字眼啦，就係夏普比率啊。夏普比率就係一個風險換到回報嘅數字。咁啊數字越高咧，個回報就越高嘅。咁佢就話而家呢個 STRC 咧就係2.7嘅咁樣。咁啊齋睇2.7係冇 feel 嘅，你唔知其他係咩啊嘛。咁佢就話而家市場上最好嘅信貸工具係幾多咧？0.5嘅啫。我哋係2.7，5倍啊，好5倍。然後再講標普500。同埋比特幣本身呢個夏普比率咧都係低過1嘅，我哋呢隻 STRC 咧係2.7，然後佢再講全球最威風嗰隻股票叫 NVIDIA 1.89，我哋隻 STRC 都好過佢，然後其餘美股差紅嗰啲即係 Facebook 啦，即係而家叫 Meta 啦，跟住Tesla 啊、Google 啊、Kitty 啦一堆 Amazon 啊嗰啲咧。負嘅個夏普比率，咁佢就話呢個就係 STRC 嘅優勢，然後個流動性亦都係最犀利嘅，每日交易量係4億。如果你係玩緊幾千蚊、幾萬蚊、幾十萬、幾百萬嘅一個數字咧，每日交易量有4億，你係完全係足夠流動到嘅，隨時賣翻出嘅呢個股票都得，冇問題㗎。你唔使硬食，即係叫做1年或者每個月，你隨時隨地都可以賣出㗎。咁啊，就解釋緊呢個 STRC 嘅優勢啦。然後佢再講 STRC 適合咩人啊？就係適合啲散戶啦。80% 而家買 STRC 嘅人咧都係散戶嚟嘅。咁佢就話而家一啲機構咧都迅速咁樣去滲透緊去買啦。因為對於任何追求穩定回報嘅散戶、機構、大戶 ，STRC 都係一個最適合佢哋嘅。就係因為我哋承擔咗比特幣嘅波動。會熊市、會牛市，上上落落咁發，嗰個發咧平均拉勻就係38%，咁未必個個人都承受到個發嘅，有啲人就係想穩定每個月每年11% guarantee 我就得㗎啦。STRC 就係整呢樣嘢出嚟，去俾呢啲穩定嘅人。咁呢個就係STRC 點樣抽到個11% 出嚟，然後打包成為一個每月嘅派息、低波動嘅金融產品，呢個就係叫做穩健嘅收益。咁啊，7月15號嘅時候咧 ，STRC 咧將會改為半個月派息添，即係1年裏邊佢會派24次息。個年回報派嘅厘數咧，講緊就係9至11厘。咁啊，9至11厘有個彈性喺度嘅，就係俾佢嗰個股價有浮動嘅狀態，因為根據 supply demand 個股價，佢會長期追住100蚊嘅。盡量保持股價不變，咁你淨係賺息嘅啫。如果個股價有喐動嘅話咧，就會調個派息率高啲、低啲，令到個股價去翻最接近100蚊嘅狀態。例如咩咧？股價跌啦，冇咁吸引啦，啲人唔想要啦，佢就會將個息率調高啲，吸引啲人去買。呢個就係咁樣嘅狀態。咁啊，嚟緊仲會派半個月派一次，咁所以就。對於大家有錢去理財嘅朋友仔咧，呢一個產品絕對適合有錢去理財嘅人。例如我有10萬蚊，我每個月派到1厘咁啦，當1年我當12厘啦，容易啲計條數學題啦。咁我每個月咪有1厘咯。咁10萬蚊嘅1厘就係1000蚊咯。咁啊100萬嘅話就係1萬蚊咯。如果我有1000萬嘅話，我每個月就有10萬蚊。10萬蚊係已經比起全香港嘅打工仔，屬於一個比較高嘅範疇。咁然後我哋人生嘅目標咧，其實唔使再追啲咩幾千萬、幾億呢啲數字啊！我哋只需要追我哋第一個1000萬就可以退休噶啦，然後就買 STRC。呢個係最簡單嘅數學題。當然，如果你得1000萬，你唔會1000萬掉晒落去嘅，你可能掉500萬嘅啫。如果你有3000萬，你可以掉1000萬，
因為你總有其他錢係擺喺其他地方噶嘛，係咪？咁我哋理性啲咁去諗，所以簡單嘅數學就係人生我哋第一樣嘢追求嘅可能係第一個1000萬。咁我哋再拆細第一個1000萬應該點樣去賺到咧，或者係點樣去獲得咧？靠工作、靠投資定靠咩咧？咁樣呢個後話。但係如果你有1000萬嘅話，呢個 STRC 不得了。咁STRC 咧香港買到嘅就係富途同埋老虎證券都可以買到 STRC。你只要入去個放大鏡嗰度 search 佢 STRC， 咁你就會見到啦。咁你就可以買噶啦。咁如果你用埋我嘅邀請碼心心仔嘅話咧，就可以有豐富迎新禮品。嗰個豐富迎新禮品咧就係呢度下邊寫咗噶啦，就係有幾千蚊嘅迎新禮品啦。富途老虎都係幾千蚊嘅。咁老虎嘅話額外會再有多3嚿水係會送俾你嘅。咁然後仲有一張叫 BHBD 嘅叫做庇佑卡啦，金屬卡送翻俾你啦。咁呢個就係我哋社群有嘅福利。咁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就自己去呢個IG 我嘅 IG 去睇翻呢一個 post 最強演講，或者望我置頂咗呢個 post 就係富途同埋呢個老虎證券有咩迎新獎品，幾千蚊咧就2800同埋呢個2400。咁自己去睇翻啲文字啦。好，跟住我哋繼續去啦，去翻頭先嗰個新聞就係呢度。佢就話永遠唔會賣 Bitcoin， 而家佢話會出售 Bitcoin， 個目的係咩咧？就係要支付股息，就係要派11厘俾隻優先股。咁所以買 STRC 嘅朋友仔咧，就係得到Michael Saylor 特別嘅關照。我自己搞唔掂，我都要俾息你，因為呢樣嘢係 STRC 嘅承諾啦。咁樣。好，跟住另一個新聞 ，BitMine 2.38億買以太幣。咁Tom Lee 就話加密春天翻嚟啦，咁個市亦都升啦。咁唔知佢啱唔啱？咁但係至少佢又入貨啦。咁樣。跟住另一個新聞就係 Coinbase 裁員啊，14% 啊，全面擁抱 AI 應對呢個幣市寒冬。啱啱 Tom Lee 先話加密春天，Coinbase 就話呢個幣市寒冬。咁佢裁員14%，重點得一個。就係擁抱 AI， 打造一人團隊，好多管理層都係佢嘅開導目標。咁揾啲靚就係組成一人團隊，自己一個做嘢，然後身邊好多 AI agent 幫手做。咁就呢一個方式就可以減少好多人力資源啦。咁樣。再另一個新聞 ，Clarity 法案利多引爆幣圈，就係兩黨。民主黨同埋共和黨咧達成咗個共識，就係啲條款而家係咁啦。關於穩定幣支付利息上邊，咁就大家叫傾好咗，去到6月嘅時候咧就會去逐條去 go through，然後就參議院通過，咁跟住就總統簽名。咁基於大家達成咗共識之後咧，咁所以 Circle 啦，即係穩定幣發行商啦 ，Circle 啦單日狂升20%，Coinbase 都升咗7%。因為 Circle 同 Coinbase 都係呢個穩定幣嘅發行商同埋一個叫做託管方。咁然後我 IG 都有講到，就係 Clarity 法案達成共識，重大突破，穩定幣可以派息，淨係需要監管。咁出 post 呢一日咧，Circle 仲未爆升20%，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我 IG 嘅 story 啦，同埋出 post。咁今日要分享嘅就全部講晒啦。咁我哋而家可以去翻 Bitcoin 嘅圖表分析。咁踏入5月啦，我哋逐樣嚟睇啦。第一樣先嚟睇呢個黃金比例圖。黃金比例圖就係由呢個最高點拉到落呢個最低點，然後有個反彈。我哋成功突破咗呢個50% 嘅位置，78,900。而家我哋叫做喺黃金阻力嘅呢一個粉紅色位，就係61.8% 下邊83,400同埋呢個78,900嘅中間。咁順利入咗呢個位已經好事㗎啦。然後可能要徘徊一陣子啦，再順利突破啦，又或者跌翻落嚟。呢啲時候咧係未知嚟緊會點走嘅。但係好消息嘅係呢幾日突破咗。
壞消息係咩咧？佢仲未回踩翻呢一個關鍵嘅水平78,900。一件事發生咧，開心固之然，同時間我哋都要留意嘅風險。呢個時候高追好冇啊？喺黃金阻力度高追，你就要接受個風險，有機會係徘徊啦、突破向上升賺錢啦，或者跌翻落去。咁所以觀望態度又好，入貨又好 ，whatever， 最緊要你有 planning。咁然後講咗兩個重要嘅價位啦，然後我哋可以望5月份嘅一個重要嘅指標，就係呢個 CPR。CPR 大家有聽開我嘅都知 CPR 係咩啦，就係每個月 Bitcoin 嘅平均價位係幾錢。咁我哋望一望5月，大家畫面見到右手邊有藍色呢三格咧，就係 Bitcoin 5月份嘅平均價位啦，就係72,000、73,000同75,000啊，呢三個位置。咁我哋會見到成個5月咧 ，Bitcoin 個價都冇掂過呢三個價位嘅。個風險咧就係有機會會掂翻。點解咁講啊？因為每個月份 Bitcoin 掂藍色呢個平均價就基本上是必然的。咁啊冇掂的話，會唔會而家5月先頭，仲有5月中、5月尾，會唔會嚟緊會掂翻㗎？咁咪撲街，呢個時候買入就係要留意呢啲風險啦。好，跟住第一個目標價位就係綠色呢一條線係幾多咧？就係81,900嘅位置，81,900。咁啊，第一個所謂嘅目標價，同時間亦都係一個叫阻力位。第二個目標價，第二個阻力位係邊咧？就係87,000，跟住就95,000。紅色咧，我哋會叫做咩咧？我哋會叫做支撐位，亦都係一個含撚位，就係68,000同60,000、54,000。咁大家都清楚5月份嘅呢啲價位狀態，咁就可以好好部署啦。買嘢嘅話，就係揀一啲支撐位買；出貨嘅話，就係揀一啲目標價嘅位置出貨。點解啊？低買高賣，最簡單嘅投資，唔使用腦就係呢一招。咁啊，啲所謂嘅平均價係點樣走出嚟咧？就係基於上個月 Bitcoin 每一日嘅價格位置，拉翻個平均數就係今個月嘅平均價啦。咁呢個就係 CPR 嘅數據啦。好，講完呢個之後，我哋去 Bollinger Band。我哋望到 Bollinger Band，扯緊上去啦，開心豬豬啊！最緊要係睇到底嗰條 lower band 啊，扯緊上去啦，開心。之前係橫移動嘅啫，而家係扯緊上去啦。咁呢個扯上去已經係發展緊㗎啦，而家係貼住嚟走啊！嗰個價位同條 upper band 同時間亦都係一個叫做阻力線啦。lower band 就係一個支撐線啦，仲有個 middle band。咁啊，呢三條 band 嘅價位分別就係81,200、77,000同埋73,000。咁啊，而家個價咧係絕對高過個 upper band 嘅。upper band 係81,200，而家 Bitcoin 個價係81,300。咁然後我哋望翻之前，其實有幾多日子 Bitcoin 個價係會高過個 upper band 咧？其實唔多。如果而家呢個時候高過咧，我哋只要回望歷史，通常喺個 upper band 嘅頂位會發生咩事咧？就係掉翻落去咯。咁就呢個時候買入同賣出就係你從過往嘅經驗裏邊望唔望到一啲端倪出嚟啦。好 ，upper band 講完，Bollinger Band 講完，睇 EMA。EMA 好消息嘅係黃金交叉出現咗啦，之前有跟開嘅節目都有提到啦，黃金交叉出現咗啦 EMA。綠色係20天線，紅色係50天線。當出現黃金交叉 EMA 咧，你睇到個亮麗嘅升幅，咁啊入貨就係緊要啦，有個信號啦。咁然後去到而家呢啲位入唔入好啊？我哋望翻，其實 Bitcoin 自從黃金交叉咗之後咧，一路升得好靚啦，都有回翻嘅位，升得好靚啦，都有回翻嘅位，仲掂到條綠色線添，有啲好靚嘅位啦，然後都會有回翻嘅日子，掂翻條綠色線。咁所以入貨位永遠都要揾支撐，唔好喺最凌空、最飄飄嘅地方度就買入啦。但呢啲時候永遠都係最想買入嘅，因為哇升啊，唔係嘛，升啦，嚟啦，可以買啦。
呢、個就係、情緒同埋決定嘅分別啊。好，跟住最後尾就係一個叫做 SMA（Simple Moving Average） 簡單移動平均線，分別係50天、100天同200天。綠色線係50天，藍色線係100天，紅色200天。我哋望到有個小黃金交叉，就係50天扯翻上去100天嗰度，小黃金交叉。大黃金交叉係咩咧？就係50天升穿呢一個200天，咁就係一個大黃金交叉啦。咁而家我哋望到200天嘅200天平均線喺邊咧？就喺83,300，咁啊就快掂到噶啦，亦都係阻力來源。然後100天就係喺71,900，50天就喺73,000嘅位置。咁啊呢一段一路升過嚟，其實有冇回踩過藍色咧？呢度有回踩過，綠色有冇回踩過咧？冇回踩過。咁我哋就要留意翻，會唔會有啲位叫突破回踩先繼續升？用另一個角度嘅講法係咩咧？就係、升10格回5格，再升10格。我哋要留意嗰個風險喺邊。好，今集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啊，多謝大家收睇。中意嘅就 like、subscribe、share， 話俾更多人知。有講廣東話 crypto 嘅人就係我心心仔啦。咁啊，聽日星期四我哋直播節目再見，拜拜。